迄个环境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伊咧食拢是用手工来听无，用手沙，手沙啊，喙手哦，啊，喙手不要贵人哦，要贵人喙，伊嘴吐出来像高原安就对啦。伊咧食就是安尼，安尼。啊，伊的生活就是伊生活足简单。啊，所以你迄阵人发病，你若得到麻风病，得到什么病啊？因为伊就当放逐去，放逐就是讲，因为无你人管，简单讲起来就自生自灭。所以德雷莎修女，伊是传天主教的爱，所以叫做大爱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伊看到这部了后，因为伊要伫遐创办一个垂死，垂死就是讲要死啊，你要死啊，迄个家庭垂死之家。迄阵当时伊提供这个建议，当然因天主教因神父啦，因顶门的人唔答应，因为天主教甲个时阵啊，普罗米教。印度嘛，叫普罗米教，因当时思想无合，所以因为伊当时有爱接受这个物件。经过了德雷莎修女强力的争取到尾啊，争取了成功，所以伫印度遐创办了一个垂死之家。因为伊得了世界一个奖，叫做诺贝尔奖。诺贝尔奖是世界最高的荣耀，所以伊实现人间的菩萨伫印度。所以呢，今日因为伊当时有这个奖的时阵，西方的国家有20-30个国家的元首，包括当时英国的戴安娜嘛亲自去甲恭贺，讲好啦。所以迄阵人讲印尼已经声名天下第一。当德雷莎修女死的时阵，伊国家嘛是30几个国家的元首去甲伊做吊唁，吊唁你知影无？就是讲去甲伊拜拜，哦。那当时印度的总理去甲吊唁的时阵，去甲拜拜的时阵，因为外口有300几个记者，国外的记者伫遐守候要问总理伊的话。但是迄个总理是印度11亿的总理，因为伊拜了白头倒转来了后，伊对因第一个对记者就讲，德雷莎修女就是阮印度的母亲。这句话就是对11亿印度总理的嘴讲出来。但是我即摆在问咱各位，迄个贾博士，伊的钱是比美国政府较济，但是印度的印度这个德雷莎修女，伊是拢无钱，是拢是去接无。但是我请问因两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啥物人较价值？你得回答我一下好无？当然，德雷莎修女，这大拢知影。因为伊用伊生命实现伫人间的菩萨，但是贾博士趁遮个钱，伊有早休无？伊有早休无？伊有早休啦吼，万般皆是假，唯有业随身。咱各位知影，咱随时无想，即个个，咱嘛无当想贾博士遮个钱，咱嘛无想印度德雷莎修女遮伟大，但是基本上。咱活伫一个修行的环境内底，咱活伫一个生命意义内底当中，我相信讲，咱无白过，我们没有白过岁月。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咱无白白过岁月，因为咱的岁月过得做有意义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我伫咧充我的正能量，我家己正能量一直相信。咱今日的道条，就是充实咱的正能量。所以呢，人生的意义，毋是金钱的得法。是你知影人牺牲奉献，岁月的长短，人生的意义毋是伫岁月的长短。各位，食到100岁叫做有价值吗？哦，若早死叫做无价值吗？毋是安尼解说。我来讲，咱即个中国有两个人，一人叫做啥物人？一人叫做彭祖。彭祖上几岁？你知影无？讲820岁。咱会食几岁？你毋知影？伫咧中台湾的历史讲32岁，但是若伫中国伫曲阜听讲40几岁。不过因咱用咱台湾的岁月来甲做比喻，咱会32岁，所以就讲咱会长寿32啊，啊平祖夭寿820啊。是咱平祖食到820岁讲夭寿，咱咱会食32岁讲长寿，因为基本上来讲起。人的价值，毋是咧讲岁数的长短，
你讲，咱一口气无来就后心去安尼，是毋是啊？一日咱即个地球，咱台湾啊，莫讲即个地球，以台湾好啦，一日死几人？一日不幸的、最都市的、车祸死的，甚至天灾人祸死的，一日死偌济？是毋是安尼？敢有一定这人要100岁以上的嘛？无可能，因为咱讲伫世界，咱看到一日死偌济，飞机咧飞扑一落，240几个拢总正死。迄个 IS 伫英国制造一个爆炸案，130个拢正死。遐敢拢老人吗？遐毋是老人，遐拢是年轻的人。但是因为岁月，当然，今日我拄则咧讲，毋是你一直食足济岁，代表你的人生应该简单。咱今日生命的短暂在甲有简单。当你进现在，你今日要离开世间的价值，这个当中叫做舒服，这叫做时阵。当我常讲一句话，人失去其时，失去其位，失去其所。失去其时，就是讲我要离开世间的当中，我今日丰足怀念，感觉我这个时阵来离开世间足有价值，叫做失去其时。失去其位，就是我现在这个位，我无背叛人民，我无背叛国家，我无背叛所有的人民，背叛什么人？失去其所。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我想讲一句话，要怎么去开发自己一家的价值？所以后面这几个行业就是讲，你把懂得为道牺牲，爱心服务他人。今日，咱每一个人伫这个道场，咱爱上当时拄则咱妇女人、高雄妇女人、无妇女人，因一个公主，落来伫下底，咧讲公益啊，讲一寡有机蔬菜蔬果的一寡相关的议题。因为我迄阵大汉伊遐讲，我当时恁爸爸，当时恁阿嬷、恁阿公，其实我做囡仔时阵，恁爸爸的时阵就足清醒，阿嬷的时阵无太太，迄阵就足清醒，甚至当中呢，拢声看恁爸爸来阮遐，我足了解。但是我10几岁的时阵，当我一大当中怎无看见恁爸爸，才知影讲我咧想学道的时阵来到高雄。大三讲，无妇人因为伊已经走来高雄，所以爸爸、甲妈妈、甲阿嬷、甲一世人拢就是咧修道甲办道，所以这叫做正能量。把你今日一世人修道甲办道当中，攻击培养伊的囝儿的事实，所以无妇人因2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大家拢真成就，大家拢成就真好。所以咱中国一句话咧讲，做德敬儿孙。做做累子孙，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咱会当真正把咱的德，虽然你拢伫遮济，来遮听班，这种护持道场，这嘛是一个正能量，这嘛是咧显示你人生的价值，嘛咧显示你人生的意义，嘛咧充实你家己的正能量。所以咱今日一定要了解，因为伫修行道内底当中。这3个目标：认清前进的目标，自我探索与关怀，增强关怀的能力。咱人生要有这3个目标：认清前进的目标，各位前言，咱现在都是有认同咱的目标，认同着咱的理想。当然，咱若无认同咱的目标、咱的理想，咱今日绝对袂来遮济。今日礼拜对不对？我相信有阵时阿囝、阿孙呢，要招你去佚佗，要招你来踏青，要招你来食好饭，你甘愿讲我今日要来听班？敢是安尼？因为你放弃掉你天伦之乐，你宁可来遮充实伊的能量，认清前进的目标。当时我33岁领兵，我34岁。我就去到泰国，34岁我去到泰国开学堂。迄阵我领1年的点也数会赢，
我5,500嘛，我今年我就业，早一年我就去。迄阵我会记去到第个时阵，有话无当讲，有耳孔无当听，有喙，有啊，目睭无当看，有两只手无当写，有两只脚行袂出去，叫做我要转。迄阵拢怪你，迄阵老单主、老顶上、老单主，伊掠几间公司，拢伫楼顶，困伫楼顶。有一日，泰国老单主甲我讲：“帮你，你实在无简单，因为你这事业要做，啊，恁某啊少年，因为阮查某囝经济有难，可能落去伫咧听班啦，我就叫伊进入清华饭店，咧做主任嘛，伊起有难。迄阵伊拄当出世，今年拄27年，我个查某囝拄27岁，拄我伫泰国27年。简单讲起来，我伫泰国迄年，拄去开放迄年，阮太太拄生迄个查某囝，拄安尼。迄个时阵，老同事甲我讲一句话：“王经理，你这时啊少年，啊你事业要做，啊嘛做了真成功。但是你我若要像你安尼，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。我甲讲一句话，我甲我说，人生的理想甲人生目标无相像。但是因为我今日后天的事业，我有我的第二兄哥，甲我的小弟，咧扶持着我后天我的事业。因为我时间倒来去买木材，买木材买倒互因做。但是后天的事业有因，我的第二兄哥甲我小弟，甲我老爸咧顾一地，因为因拢同意我去泰国办桌。但是因为事业后天的即个家庭，我的太太因准。有一个时阵，阮太太伊哪呢？伊的一寡人客去了电头门，一寡人客啊，奇怪，我逐家来我冇看到恁翁，奇怪我逐家来，你哪是走伫倒去？阮太太安怎甲伊知影无？我做伊的某，我怎么看到伊啊？搁你拄着来看一遍，要看到伊。我做伊的某，我怎么看到伊啊啦？过个时阵啊，你拄着来一遍，看到伊。哎，我是伊做现，去泰国咧办桌。哦，伊甲讲，迄若伊啦吼，伊无可能放完暂时30几岁去泰国咧办桌，咧做这代志。但是因为当然，阮太太伊自做主领，伊就全靠受改。当然，我这是一个修行的家庭。哦，伫后天的事业，甲个人家庭内底当中，真正大家拢了解，大家拢认伊，所以扶持我去到泰国。我若毋是即阵人扶持我泰国，我要安怎？虽然我有飞天走地能力，我就无走去。所以呢，当然这个因缘，但是咱前进这个目标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回答我是好无？敢我毋对咧？对不对啊？对啦吼。是安怎讲？因为这泰国27年，今年做27周年庆。27周年庆了后，历史球内底当中呢，有800几个去参与，包括因泰国的